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。喺澳門，青年創業正係黃金時代。喺特區政府嘅施政方針指導下，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於2015年設立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。為深化澳琴一體化，中心自2024年起由大橫琴澳門有限公司營運，致力於打造資源共享嘅服務體系，並加強成果轉化。目前，中心正喺度孵化過百個優秀項目，涵蓋科技、文旅、會展、大健康等多個領域，為澳門1+4多元產業發展注入創新動力，立足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和一高地的定位。澳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拓展與葡語國家聯動，開拓國際市場。中心積極響應特區政府施政方針，加強同合作區、大灣區相關青創孵化機構嘅緊密合作，協助解決青年創業階段嘅實務問題。圍繞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目標，中心明確創業孵化同埋產業加速兩大功能。喺國家級眾創空間嘅基礎下，進一步朝住專業服務、創新合作、科技成果轉化同埋國際交流合作4個維度，打造集結澳門青創、匯聚創新資源嘅新平台。多年嚟，中心為澳門青年創業者提供一系列精準而全面嘅支援服務，包括專業諮詢、資源對接、創業培訓以及宣傳推廣。除咗喺基本創業服務上賦能青創外，中心外聯標杆企業、內建培訓體系，秉持多元共創嘅初心，自2019年起，品牌活動創孵 Procurement 透過路演及商業配對，集結標杆企業，為創業者同中小微企搭建1對1嘅採購洽談平台，精準對接市場，累計舉辦10幾場活動，促成採購金額突破1000萬元。中心更積極聯動本地產業生態，同6間大型綜合休閒企業緊密合作，攜手舉辦多項包括商業配對、市集、品牌設計比賽等各類形式嘅專場活動。同時，中心面向大灣區主動發掘優秀項目。自2018年起，中心每年舉辦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，賽事已成為全澳門規模最大、覆蓋面最廣、最具指標性嘅雙創盛會。每年吸引嚟自全國過百個項目同團隊報名參加，吸引唔少高質量嘅科創企業落戶澳門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。為持續提升青創核心競爭力，中心量身打造系統化創業培訓體系，內容涵蓋市場分析、財務管理及 AI 應用等實用技能。全新品牌活動33講堂，每月邀請行業專家聚首，深入分析本地市場趨勢，分享寶貴創業經驗同埋見解，助力青創掌握創業先機。喺國企資源嘅賦能下，創孵中心積極承擔琴澳青創經紀人嘅角色，持續打造兩地資源共享嘅創孵服務體系。至今，中心已舉辦多場青聽橫琴、孵化未來、青孵中心會員橫琴交流日，組織青創會員參觀多個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基地，並同當地嘅知名企業進行交流。喺澳門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和一高地的定位下，精準聯繫葡語國家，加強中葡科技創新交流合作，亦都係創孵中心嘅使命。得力於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中心、中葡科技交流合作中心嘅賦能，通過承辦巴葡科技企業澳門創新創業大賽、走訪考察、項目路演及對接等活動，中心積極搭建橋樑，促進本地企業走出去，開拓國際市場，同時引進來優秀項目落戶發展。隨住澳門加速完善科研生態，推動產業多元發展，澳門嘅創業者將迎來更大嘅發展機遇。創孵中心將繼續做好引路人嘅角色，同青創攜手共進，一齊邁向輝煌嘅新時代。創業就像一場沒有劇本嘅動畫作品，而中心幫我哋描繪咗分鏡圖。喺呢度，我哋嘅熱誠同信念，從諗法變成可行嘅方案。呢度嘅導師、呢度嘅工作人員同埋呢度嘅創業者都係我良師益友，我哋大家共同成長。我們不只在創業，更在創造未來。中心是我們改變世界的起點。中心令我哋可以專注描繪屬於澳門青年嘅未來藍圖。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引領無限成功可能。